宜兰的警方将压德联邦风景会宜兰分会是招大量的未成年人暴力讨小，警方是已经抓到28个人，而且这个分会伫咧罗东的档口嘛，警方查出是铁厝违建，地主已经找人拆掉。 配合小组押请2人一组进入一间洗车场，并且伫后壁的铁厝内底抓到违法的分子。因为警方掌握到这个洗车场后壁是德联邦风景会宜兰分会伫罗东地区的档口，内部除了有交警、分会成员，佮压人到遮暴力讨债。警方3届行动，已经抓到28名分会成员，以4代男性带头，全部按照涉嫌组织犯罪条例上班。经过调查，这个分会大量招宜兰未成年的佚佗囡仔组成棒球队，伫地方做阿爸，暴力挑债的手法有关9人仔，甲镜头口、喙等等。 警方查到这个分会伫罗东的档口是铁厝的违法建筑，以第三方警政的策略，甲因报车管府建设处处理。因为本案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治安案件，所以我们就原本定于今天要来进行强制拆除。是。那到现场，因为发现违建人已经自行先办理拆除。县政府警察局查获上述案件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报请我们的县政府。 来拆除这个依附为生的堂口帮派的违建管府清查了后，认定这个铁厝伫罗东的治水防灾都市计划保护区内底有800平米的铁厝范围，无符合土地使用的管制规定，要求地主300天内保证改善。地主未改善，所以通知2日，佮唔拆除完成，会派机具强拆掉。 管府联合警方到现场确认拆除的进度，目前地主家己拆除的作业已经大概完成，干那剩建筑的废弃物要处理。管府表示会要求因赶紧清掉。记者综合报道。